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清。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儿童文学的作家邢家辉因为乌巴癌不幸过往，医生讲乌巴癌真罕见，治病头啊，原来无啥症头，爱斟酌。因为大楼冷气烧真芳，市内的气温比较四周围的乡镇较悬，气象专家讲热岛的效应6度上严重。龟头岛今年外销的市场较迟，等渔会推动龟头岛加工生产做渔夫，尽量要将价销顾好调。儿童文学的作家邢家辉因为得到乌巴癌不幸来过往。乌巴就是咱体内胆汁甲胰脏的水要流入12指肠的所在。医生嘛讲乌巴癌真罕见，尤其深治病时，佫也无啥症头，所以病后黄痰、腹肚顶会闷会痛，佫有发烧者，咱就要警觉，赶紧去问先生。今年金鼎奖特别贡献奖的得主，嘛是儿童文学作家邢家辉，因为得到乌巴癌全过身，享年46岁。医师表示，这是真罕见的癌症，国内平均一冬才出现差不多200个病例。因为早期用要拢无明显的症状，真歹发现，等到较近的时阵，往往都已经是尾期。病灶很小的话，基本上你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对，有人因为肝指数不好，他可能皮肤会痒痒的。不过，这通常都不是什么太明显的症状，所以发现的时候常常已经是晚期了。医师表示，乌巴是伫咧胆管、腰鞘管和12指肠交界的所在，一旦若洗歹物啊，就会甲交通要道塌掉咧，致使胆汁无法度流入去12指肠，转出现黄疸的症状，亲像皮肤甲目睭的白银会泛黄，小便色变深，胃口无好，体重下降，腹肚顶面会闷闷啊痛等等。若是肿瘤伤大，无法度开刀治疗，到尾期肿瘤若转移，平均就活无一冬。比如说，已经一个不能够开刀的病人，他存活率就相对来说差非常多，大概是1年内6个月到7、8个月这样子。医师提醒，乌巴癌致病原因目前医界佫无清楚，但是有家族病史的人，以及55至65岁年龄层是高危险群，所以提醒民众要保持好的生活习惯甲运动。若是出现黄疸、腹肚痛和发烧的症状，就要提高警觉，赶紧去病院检查。记者综合报道。送餐的人员工课落咧做，车祸煞一再发生。今仔台北市10月算到昨，就有42站送餐人员的交通意外。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和新北市交通局嘛拢有邀请业者来会议。Uber Eats 这边是讲，会互叫饭菜的人客追踪到送餐人员的行踪，安尼看会当较莫遐赶工无？美食外送平台10月份伫桃园台北佫发生一件外送员车祸死亡事故。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公布最新统计数字，10月7日到17，台北市总共发生42件事故，除了外送员死亡，也有1位民众14被外送员弄死，所以早起邀请业者参加交通安全座谈。说每天平均会有2.3件到2.5件之间，我们会希望业者在考核员工的时候，能够做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处理，不一定说要针对他的驾驶员伤害到他们的生计，所以应该在遵守交通规则以及生计之间应该取得平衡。美食外送平台业者坐柜牌，拜四17新北市交通局同款邀请业者开会，有共识的部分，有业者必须落实教育训练，对外送员安排交通安全课程。新北市也会开放学校外家长接送区，让外送员用社会临时停车。不过，要安怎避免抢紧呢？会议中业者无保证会改变奖励制度。可不可以把这些样的违规操作纳入他的一个就是管考的机制？他们愿意去做，所以说那个奖金机制要改变，他们觉得这个困难度比较高。奖励机制这部分是不是直接会有连接到抢快这件？我们目前并不是很确定。我们在整个 APP 的设计上，其实会很清楚的让顾客了解整个在路上的这个送餐的顺畅度。如果有任何的特殊的情况，其实顾客也可以清楚的知道现在的整个行程，所以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抢快的事情。有 Uber Eats 外送员指出，3天走100单的奖励制度是外送员抢进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平台业者表示，会透过手机 App， 让消费者追踪外送员当时的送餐位置，避免同款的情形佫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当时考虑要调整房屋税，变啊，敢若一间厝佫家己咧住，税金会按现时的1%这款算法降落来到0.6%。
望要鼓励市民手头若加一半斤啊，尽量放出来卖卖。啊，若一个人手底有6户以上的税金就会起较悬。针对这站，财政部是表示尊重。为着要阻止民众炒房囤房，台北市调整规划房屋税，建议取消家己大3户的优惠，而且部分是毋是家己大，会改做以家户持有户数来实施差别汇率。不需要再分为自住非自住，就直接用户数来看。如果中央的房屋税条例它3.6的上限再往上加，那甚至比如说到4.8，那等于说我们可以就那种持有多户的，可以跟它课得更高。不过这个当然就是要等房屋税条例的修法。即卖房屋税只要是家己大的，全国第3户以内税率是1.2%，2户以上毋是家己大，每一户税率是2.4%，那3户以上每户是3.6%。台北市财政局的规划是，未来台北市不再分是毋是家己大的，除了建议中央取消全国家己大的3户以内1.2%的优惠之外，第2户改做1.5%至2.4%，第4、5户是2.4%至3.6%，那是持有第6户以上建议税率是4.8%。不过，房市专家认为，有财力加买几间厝的大户，房屋税加几倍影响也无大。但是厝头家难免会将增加的税金反映伫咧厝税钱顶悬，嘛是随着厝卡。目前台北市大概的中古大楼，可能每一间的每年房屋税可能大概30坪左右，大概每年大概2、3千块钱。其实是说，那你就算是房屋税率把它增加1倍，对于房东来讲的话，他如果是把房子出租的话，这个是相当容易去做转嫁的。面对台北市建议修改房屋税条例，财政部表示尊重，但是因为各地方政府需求无同款，若是要修法，佫需要强实。目前中央并无修法的规划，地方政府若是有需求，建议会当对税基来下手。伫咧目前的体制之下，达到政策目的。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税分明，高雄市长韩国瑜才拄请假2日，早起又搁登去高雄市政府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James Moriarty 会面。人咧讲，伊就是咧替家己别日啊访问美国，大胜争取入门票。蔡英文总统是讲，首长是团体的中心，若是做头人的定咧请假无看的人，团体表现一定会拍折。总统蔡英文早起来到高雄参访日月光半导体产业，面对台湾正则是亚洲第1、世界第2，会当外销白蜡到美国的国家。蔡总统回应讲，台湾农产品外销交出好成绩，顶半冬已经创下历史新高，未当看到台美关系继续升温。对手高雄市长韩国瑜请假拍选战，蔡英文表示讲，若是首长定定无伫咧，也是讲规期请假，团队的运作一定会受到正大的影响。高雄在很多的方面都需要有进一步的发展，那这都需要有一个首长带领的团队来一起做。迎接2020大选，蔡总统拍正一排来拼选情，韩国瑜是攻击中央的政策，针对高铁要通甲屏东，韩国瑜批评甲摩登同款，更加佮放话，若是当选会重新归零，而且嘛要废除一例一休。对此，蔡总统回击讲，韩国瑜评论重大政策进程。应该先做好功课。这个做一个总统候选人要做重大政策的评论的时候，他自己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那也能够对于事情或者政策的本质能够有一个深刻的理解了，而不是信口开河不要只是进行政治的攻防。另外，正受到关注的蔡赖配，虽然目前无进一步的发展，也毋过人伫咧美国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变作是上赞的助选员，大力帮立赢来救票。伊伫咧演讲的时阵表示，伊要用上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对蔡总统竞选连任的支持。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等候台湾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者是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嘛不可行。你讲对不对？你讲对不对？民进党即马面对不分区提名争议，所甲全势力反击成势。蔡总统讲，伊家己也未看过的名单，相信党内会好好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瑜市长早起接待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伊讲感谢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华民国的支持。莫里亚蒂主席嘛讲，40年来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就是即阵上界吧。高雄也是重要的都市，所以伊才专工来请教市长种种的看法。
听一名新鲜的行程，才进行2天。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小假上班，穿着素新衫接待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谢谢美国好朋友长期对我们中华民国的支持。整个中华民国对外关系，美国是最重要的，而且坚定不移的盟友，所以在这里致上最高的感谢。韩国瑜伫欢迎词的时表示，美国长期支持中华民国，加上莫健对美国来到高雄，伊爱以市长的身份表达感谢。莫健嘛表示，目前台美关系是台湾关系法40年以来同强健的时期。I keep on telling people, is perhaps stronger now than it has been at any point in the 40 years sinc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I look forward to 请教 and having you explain to me more about what's going on in Kaohsiung and your own personal plan. 会谈只有开放前10分钟，互媒体翕，刷来双方关门将近1点钟。不过市长室接待外宾，内底煞有韩国瑜竞选总部的各种顾问团成员，苏启甲赵建民等人。市府澄清，赵建民当时嘛是市政顾问，苏启和思英是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出席。但外团韩国瑜11月将会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访问美国，双方是不是会讲到访美的行程？市府无证实。记者王家川、大兴坤高雄报道。台北市议员黄珊珊接任台北市的副市长，亲民党提名当选的林国成市议员，佮宣布退党，这嘛引起人议论郭文特市长和亲民党宋楚瑜主席的关系。郭文特是讲世间事分分合合，不过另外伊嘛表示讲，若郭台铭会当加入因台湾民众党，安尼就是真好。分分合合啊，我们也没有刻意去做这件事情，不过总是有时候。世间的事情都是这样。林国成的退党事先并不是。事先我不知道啊，那吓一跳啊。那现在还能办法见到宋主席吗？可以的，就是有在约吗？再约就好了。郭董会加入民众党列入不分区吗？如果他愿意的话是很好的，不过我想他现在有在讨论这个。他现在不是说他无党一身轻吗？我不晓得。台北市府的顾问蔡佩如今日接受广播电台专访。提起台湾民众党区域的立委会提名20席，郭文特是讲别人咧选区域的立委布局上无拢已经超过1档，民众党短期间内若要冲刺区域的席次有较为难，总是选举的结果真歹料想，目前就是尽力而为，若提赢几席，实在嘛拢是话互家己的人咧听。剁手时机，这是最佳购买时机啦，贴近他们的身。立法院长苏家全的孙仔。屏东的苏振清立委进前宣布争取党内提名不分区，无要搁伫地方拼连任，结果即摆若像有变化，甚至嘛有风声讲，因为苏家全主动，昨民进党的中执会才会开袂成。党员台主席当时讲，若有人搁再威胁党中央，定就是无巧。苏家全这边讲，相信党主席有大智慧，会来排解这件代志。国人问到孙仔伫为苏振清无列入不分区安全名单，无排除要家己参选。立法院院长苏家全嘛有话要讲，有风声讲苏家全阁倒出手主动拜三的中执会煞造成流会。苏家全拄了好人，嘛强调相信党员台有大智慧来处理这件代志。我没有能力，而且也没有背个什么所谓的中执会的苏振清到底能不能进入不分区的名单啊？我相信周荣泰主席他会有大智慧来处理。这种事情让党部去说明。苏振清也了讲，已经收到党主席党员台承诺，转列不分区，将区域一席礼让予现任的立委张嘉宾争取连任。结果，即马传出苏振清无列入不分区安全名单，佮传出是因为新黑甲苏黑卡位，煞造成苏振清出轿，引起苏家全势力的反弹，佮被看作是苏家全咧造反蔡英文。对这件代志，党员台回应讲，身为党主席，已选择吞忍，按过若继续威胁党中央，绝对是不智的行为。昨天却因为流会，再来，昨天又听到苏振清委员说了一些我觉得非常不智的话，不要在这个时候还要威胁党中央，党中央不受任何的威胁。对苏家全的太太洪兴珠要退出民进党参选屏东的立委，和张嘉宾对战，苏家全搁再强调，个人是反对太太参选，但是苏振清嘛无排除脱党参选。党员台强调，苏振清甲苏家全之间有协调，伊知影，卖照安尼做，只是提名的不分区立委必须爱牵接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大楼坐冷气烧钱芳。点仔加路搁下烧，市内气温，袂输敢若高一粒岛，拢会比较四周围的乡镇加较悬。
早起伫咧台中市降温对策论坛的活动中间，气象专家就讲，这款叫做都市热岛的效应，6度上严重，对老人囡仔的健康是真影响。温度不低啊悬，搁再加上日头赤夜夜，工人嘛是着爱伫这款环境之下做工课。若到热天，都市内面的气温较袂掉到30外度。气象专家指出，气候暖化，搁再加上热岛效应，和温度愈来愈悬，其中以6度的感觉上明显。那这里面呢是以台北最严重，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所以它加剧。那另外呢，台中呢其实它也很严重。它虽然说它的一年呢高温日数超过35度，过去只有5天。那过去慢慢增长到10天了，那已经跳到15天了。气象专家指出，因为地形效应加上暖化，以及建筑物进化，和都市热岛效应更加明显。以6度来讲，超过35度高温的天数，达当豆豆来到15天以上，显示状况愈来愈严重。专家表示，和气候暖化比起来，热岛效应虽然偏重区域性，不过嘛是会造成无度逆转的伤害。重新检视都市计划，嘛变成重要的课题。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的廊道，而且它也是一个大概南北走向的，好，也就顺着我们的季风来的，所以从这样来，我可以把风给一直引过来，而且是靠的是有树木。以台中市来讲，长期受到空气污染之苦，市府规划9条市区动带以及日航道，和建筑物离港远一寡，阁有8条南北向向的水系，确保都市保留通风和降温浓度。但是，若要减慢热岛效应，嘛就要配合绿化甲生活习惯的改变，才会当有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大力咧推动咱国的创水蓝，就要尽量靠家己生产。台湾造船公司目前就打算要将生产纯蓝的产业园区设在基隆的和平岛。基隆市政府嘛讲，迄四周围全拢港务局的土地较济，要集做伙来建设这片园区，拍算是无解为难才是。伫基隆和平岛的大船厂区内底有6座码头、3个船坞，幅地真大。地方民代透露，伫一桥争取之下，大船已经同意将产水蓝产业园区设伫这个基隆厂区。未来将陆续进驻厂商甲工作人员，由基隆园区负责产水蓝装备零件，伫高雄厂区组装各自产水蓝，上下手产业初步应创造1万个就业机会。由台船来主导一个区域，让这一些机敏性的厂商设备能够进驻到一个特定的区域里面来做生产。那这也是刚开始要做一个浅建产业园区的一个初衷。经过台船初步规划，基隆产水蓝产业园区分为3期工程，希望基隆市政府协助提到周边用地。不过，伫和平岛的厂区，另外道路原本因为观光客真多，会有塞车的状况。未来若是产业园区建筑，地方也烦恼交通进入黑暗期。未来进来的技术人员，其实也会更属于高端的一个技术人员，而不只是这个船舰的一个制造。有一些运输的东西根本不会从陆路走，它可能直接从海运就进来。基隆市政府回应，园区发展一定会带来真调，会赶紧规划配套措施。市府也积极协调周边的公有用地和园区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农委会高雄农业改良场的基南分场和台北医学大学合作，研究发觉讲，伫咧鸟鼠的饲料内底掺塑胶佮过麻粉的毛豆，鸟鼠的体重煞较有法度控制。尤其高雄11号的产品效果上界显明，未来无定着会当生产做保健食品。日本人爱食鸡豆，逐年为台湾进口3万外吨冷冻鸡豆，产值伫日本市占率有44.8%。农委会高雄农改场甲台北医学大学合作发现，鸟鼠食掺大数鸡豆粉的高脂肪饲料，体重得到控制，血糖嘛较接近正常值。那高脂肪饲料的老鼠大概吃30天以后，它的那个体重会增加40%。老鼠它吃高脂肪饲料，同时含有那个毛豆，它的体重会比较趋近于正常老鼠，血糖的代谢或者说我们的脂肪肝的情形都会有明显下降。动物实验发现，干那掺鸡豆粉饲料加40%以上，对体重的控制有明显效果。若是复方掺15%就会使。实验的2种鸡豆，又搁与高雄11号机能成分相关。
这样的报告送给日本人，日本人很重视技能性的，他们在日本可以标示，我们台湾目前还是不行嘛。但是这样的报告送出去，他们看认可，所以我们的外销量本来是有点停滞的，但是现在又上来了。鸡豆的保健效果头一届伫咧国内动物实验得到证实。高雄农改场基南分场今年7月已经做100公斤纯鸡豆饮品，甲业者合作包装。若是刷落来技术转移顺利，看起来较歹的鸡豆就会当用来做控制体重甲血糖的饮品，主攻日本市场。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香港反送中抗议的人士一再话讲。5大诉求减一条都袂通。不过，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昨暗时伫咧 Facebook 直播，伊嘛表明讲5大诉求拢要答應，伊是做袂到。當然，我亦都喺唔同嘅場合咧回應咗，特別喺5大訴求嘅第一項話撤回呢個逃犯條例嘅修訂草案，其他幾個訴求咧我都解釋咗點解唔可以。好多林鄭月娥昨暗伫咧 Facebook 直播，和市民討論施政報告。這也是伊擔當特首的職務以來頭一擺用網絡直播，甲市民對答。伊表明講已經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香港是法治的社會，若是遐犯法的人無處分，這嘛講袂過。反送中運動爆發到今，抗議的人士提出5大訴求，包含講撤回逃犯條例草案，閣有政府莫起訴掠到的示威的人士，閣有過去認定抗議的衝突是暴動，另外就是愛設獨立的機關調查警察運用權力敢有過頭，佮另外就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攏着愛普選這5項。敘利亞這個北邊 Turkey 派去的軍隊和庫爾德這族原住民的部隊互相攻擊，到今已經1禮拜。觀察人權的團體就指出講，當時已經有72個百姓不幸死亡，30多萬人被逼脫走，有路無處。美國總統川普派出特使去和 Turkey 的總統已經達成協議，停戰120點鐘。一台載庫德族人的巴士在暗時到伊拉克北部的庫德族難民營。根據美國甲土耳其進行達成的協議，交戰各方暫時停火120點鐘，予美方安排庫德族人撤離緩衝區。美國川普政府進前決定撤離敘利亞北部邊界，被外界解讀是同意土耳其出兵攻打當地庫德族。美國國內外攏傳來指責川普背叛盟友的聲音。受命到土耳其直接甲埃爾多安面對面的美國副總統潘斯強調，美方以經濟制裁作為交換條件，要讓土耳其當期停火。We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and the value of a safe zone to create a buffer between Syria proper and the Kurdish population and the Turkish border, and we're going to be working very closely. We will work with YPG members, and we also know as Syria Defense Forces to facilitate an orderly withdrawal over the next 120 hours. 之前，川普政府為了表達對土耳其出兵的不滿，宣布對國防人員甲內政部部長等個人甲機構實施經濟制裁，佮隨時準備擴大制裁範圍。在協議達成後，美方宣布暫緩實施。不過，土耳其政府強調有隨時重開軍事攻擊的權利。PKK-YPG'nin 120 saat içinde güvenli bölgeden çıkması için Barış Pınarı operasyonuna ara vereceğiz. Durdurma değil, ara vereceğiz. Bu bir ateşkes değildir. 說在英國的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指出，協議達成後，敘利亞北部依然傳出武裝衝突。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報道也講，對美國甲土耳其政府交戰協議，庫德族游擊隊是不是完全配合行動，也是未知數。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中東的國家黎巴嫩，10月17日發生反對政府的大型抗議，就是要針對當局無法度處理經濟危機，顛倒煞甲民眾起稅金這陣問題。因為黎巴嫩國家的債務真重，政府宣布進入經濟緊急狀態，種種的作風總是無法度抹消抗議群眾的怒火。
正青的示威者行出来街路设路障，而且小脸表达不满。警方是用烟雾弹来回击，想要把这挂人赶走。黎巴嫩17发生最近这几年以来上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无好好处理经济危机，颠倒是加强对民众扣税，而且就连通讯软体 WhatsApp 嘛爱扣税。这是1个月以来发生第2届全国性反政府的示威活动。نحن كلنا جماعة فقراء ومش طالبين من شيء من حدا، طالبين شغل، طالبين حقوقنا، طالبين الكهرباء، طالبين المي، طالبين العلم، الواحد عم يشحت ليعلم ابنه، آخر شيء بكبه. 黎巴嫩面对真大的债务负担，经济成长卡掉咧，基础设施歹去，还有因为资本减少造成的金融体系紧张，甲美金有关系的黎巴嫩钱受到真大压力。黎巴嫩政府正正宣布进入经济紧急状态，想要减少财政问题。We are here today because of the rampant corruption that is in our country. We refuse what's happening in Lebanon. It's totally unacceptable for us as people. The failure of our government to do at least the least minimum, to give the least minimum for our people, has given us no other choice than to take the streets. They are putting more and more taxes on us, even though we cannot take any more taxes. 一直到18半暝，加巴的民众就伫咧首都贝鲁特的里亚德索勒赫广场，底下的黎巴嫩的国旗唔愿来离开。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台湾的渔民一年有摘掉土掠1万至2万吨的龟头刀，这中间3分到1分是伫咧台东成功沿海掠到的。过去龟头刀拢是销欧洲、美国。不过今年外销的市场煞有较迟，价上嘛落落来要到5成。但渔会这边就咧推动龟头刀过加工生产做渔夫，尽量要将价上顾好掉。秋冬季节，洄游东部外海的龟头刀鱼大出，一只一只驶入来台东成功渔港的渔船，甲船顶满满的龟头刀鱼落来鱼市拍卖。今年渔民掠到的龟头刀鱼又搁大又搁济，新港区的渔会统计，到今年10月份为止，已经掠到1200多吨的龟头刀。啊，毋过价销绝对永过1公斤要到200多块，落到780块。渔民认为是因为受到外销订单减少，才会造成落价部分。他们当地也有产龟头刀，然后他们当地抓的量够，对啊，然后变台湾就滞销了。算去冬天较有鱼啊，算价销多嘿啦，较无好。新港区渔会表示，台东成功地区有60多只伫掠龟头刀的渔船，即马外销量减少的数量还搁咧统计，不过已经造成渔民收入的影响。即马嘛当在推杀龟头刀鱼酥、XO酱，还搁有鱼酥的加工品，嘛呼吁各类机关的餐厅会当加采购龟头刀鱼来做食材。目前的外销订单是有减少啊，当然了，在我们新港区域这边也来鼓励我们的国人，我们也配合渔业署，来推动这个食鱼文化。渔业署统计年报指出，106年外销的龟头刀有5266吨，啊，毋过107年就落到2206吨，比前年5成的外销量搁较低。今年的外销量搁一直伫减，嘛互渔民真烦恼，渔会一直入来，啊，毋过却销袂出去。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各地头有法度自主来预防灾害的地方社区，甲比拼起来有10大是做了特别成功的特优奖，啊，敢若桃园就顶3位。顶日啊，就连中美洲的尼加拉瓜政府嘛派官员来学习桃园安怎运用科技的观念甲技术，减轻天灾地变的算账。伫咧台湾才拄断交2个月这当时，经过民间交流，加强外交的影响力，有影是更加可贵。气象做记录，佮提问。尼加拉瓜国土研究局甲天灾防治所专家以及国门团一行人到桃园进行防汛访问，也到中立区埔中里实地考察自主防灾推动，参观地方池甲水门，看到用手机或者是电脑远端遥控水门开关，大家拢真学乐。Estamos muy contentos de poder apreciar esta obra y esta experiencia la vamos a hacer réplica en nuestro país Nicaragua. 他们是政府官员，是希望能看台湾防灾、防汛，或甚至是社区自主防灾，以及应用政府开放资料来做一些灾害应变。尼加拉瓜伫中美洲，因为地理位置、地质特性加气候变迁影响，受到自然灾害危害真大。台湾驻尼加拉瓜技术团甲尼加拉瓜政府合作，天灾应变能力提升计划。
也希望这阵来台湾参观的官员，应将技术减灾观念加技术扎进去，提升当地防灾工作。让我们了解防灾不是就一个点去做防灾，必须整个流域的观念才能够彻底做好防灾。自主防灾社区全国10个特优部分，我们就占了3个。之前美国、像泰国还有日本这些菲律宾都已经参访过。水务局表示，除了防灾工程，推动社区自主防灾也真重要。就着平常时训练，让居民知影灾点伫倒位，灾害来进前顺水门、清垃圾，灾害来临马上应变甲疏散避难，应有效减灾，已经有真济国家来促进。记者综合报道。经费计共15亿，佮经过19个月的试碰，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这片南科的考古馆，10月19就要正式开幕。南科园区四周围已经发掘58笪远古时代史前文化的形状，尤其嘛有掘到较大上界完整头一具女性的身尸，佫有真罕见3身贴做伙的葬法，这些拢会伫咧这间考古馆公开，互民众了解台湾早前的历史。民众坐伫摇来摇去的船，边仔佫有现代科技的灯光效果，会当体验先民渡过大海的感觉。这是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南科考古馆里的囡仔馆，唔来当看文物，嘛打造亲子友善空间。开15亿，经过19个月试营运，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南科考古馆19正式开馆。许多的台湾第一、台湾第一稻、台湾第一小米、台湾第一狗，以及丰富的史前文化、墓葬文化、美学工艺。都在南科考古馆。行政于民国84年经南科台南园区的地点，但是时间进前所发现园区有真侪遗址甲遗物，到今已经发现58位以上的遗址，是台湾遗址密度分布上悬、文化年代分散上较悬的地区。对5000年前到300年前拢有，而且佫有较大出土上完整的头一具女性的身尸，佫有3人贴做伙的葬法，拢会公开展示给游客来欣赏。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墓葬，我们可以体会、可以理解、探讨当时鸟松文化他们的这群人，我们也可以了解鸟松文化当时的丰富的器物工艺之美。南科考古馆对去年底试营运到今，总共有53000多位游客参访，目前已经在进行上尾阶段的整理，19会正式开馆营运。迄天嘛会安排考古文创的单位、甲体验营等等，要互民众做伙来了解几6000年前先民的生活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仔，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按5000年前到300年前，台湾的历史要看是会了袂尽。国情少年时，我捌亲身看到清朝时代的歌仔册，迄是用茶来刻的。一本一本的歌册印出来，这本册的册名竟然讲叫做“新刊劝人莫过台歌”。安怎又讲劝人唔通过台湾？即摆咱咧念的歌册，拢是4句连1句7字。啊，这本新刊劝人莫过台，伊是1句4字。啊，共款安尼有斗句，斗了真密。国情扣出来，讲互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做参考。安怎样，或者登山过台湾，心肝真正会结归完。大声新刊劝人莫过台歌，见面就讲在厝无路，计较东都，欠缺尊费，典残未足，行行而来，威如明虎，车主眼泪不思回国。见面讲在厝无路，啊，都已经环境艰难，无底去讨趁啊，才会计较东都。啥则计较东都？因为郑成功伫台湾3代人建设东宁王国。所以台湾过去一个名人讲叫做东都，啊欠缺尊费，就爱典残未足。之前咱伫咧解文说字，原来甲观众朋友开讲过。较早典残、顿残有顿客、典客，啊白残有白客，种种拢爱写到有甘愿字，残祖拢袂掉，就是要倾尊费，行行而来，有法度来，无才调回头。这个局势，亲像猛虎共款，遮尔啊艰难。车主的眼泪，我也无法度翻头搁去代念，就是一定爱偷渡过台湾。过来4句连1字1句，写讲叫做“直至海墘，将性偷渡”。
毋是行大路坐大船，是将性偷渡，不怕船小，生死大数。自早打娘，汉族菜脯，10人上船，9人后吐，可怜，实在可怜。伫咧海墘要偷渡，当然是爱上界省的方法啊！啊，毋惊船小，生死大数。原来有人讲这字是刻毋对，实在讲是讲生死天数，天伫咧吹白啦。啊，家己早打娘，早啥？早汉族，早菜脯。你甲想呢？偷渡的船要哪会好坐徛？10人上船，就9人后吐，可怜。为怎样爱用偷渡？因为清朝时代，第一有公布禁令。讲要渡海来台湾，你爱申请照单，经过稽查有批准。啊，若讲用偷渡，严格处分。啊，无奈，伫咧财庄都无在条趁食，已经逼甲用要有路无厝啊，无偷渡要安怎样？第二，佫公布讲要偷渡台湾，无法度讲带某囝来到位，就算已经来到台湾，嘛无法度佫招某囝。毋知早前台湾遮尔济罗汉脚。过来，咱继续来甲听。10人上船，9人后吐。可怜，乞水溪口，大江泛怒，托天庇佑，紧到东都。星夜上山，疏神无路，无擦相逢，北去3库。讲吼，10个上船，9个后吐，家来要拜托讲，有水互我洗喙无？大江就起性地就泛怒，就爱天公保佑，紧到东都。过来，最后国政佫扣出来讲，无擦相逢，北去3库。毋知东北渐后山坡，等待天光行上几步。要找亲戚跋涉路途，无钱通寄，心酸如楚。这毋免国政加解说，永早真正登山过台湾的苦楚，详细写甲明拄明。啊，实在讲，过去心酸如楚，行来到即当今，满世界台湾竟然满世界都有甜蜜蜜的好食食。你甲看台湾人偌拍拼。来看南投德山，只有一间开超过50档的豆花店，头家因翁仔某将头家妈的手路学了有上手，改道落去卖豆花。因坚持逐工透早拢家己款料，就是要让人客食到上界传统的古早味。豆花较一碗，参瓜粉圆、蓝糖水，并个带淡薄，食落透心凉。这是南投德山老粿的古早味。特别的那个绵啊，绵密，然后特别的嫩啊，嘿呀，料很丰富啊，嘿，口感很好啊。你吃了以后还会想再来吃啊，吃好像好几10年了哦。这间传统豆花店在地经营超过50档，真侪人客自细汉食到大，拢是店的老主顾。啊，都老店啊，食几年啊？啊，囡仔食到大了。囡仔食到大。我60外了。啊，那么食40-50年啊。虽望开店做生意50外档，头家翁仔某也是坚持逐工透早做豆花、滚红豆、绿豆、煮粉圆。捆起来吼，做豆花啦，做了出来，来捆只料咯，料嘛拢便宜在安尼捆的。头家翁仔某原本是做事人，落尾传承头家妈的手路，加上家己的研发，转到卖豆花。即马头家翁仔某无退休啊，甲店交互后生来换，毋若传承古早味，嘛是在地的认真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太武乡乡立图书文物馆，头一摆以歌谣当作主题举办音乐展，表现出歌谣中间所记录的排湾族的故事。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的歌手桑美娟嘛来到现场献唱，望要互更较侪人听到这片土地顶头遥远的古早调。迷人的歌声唱出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排湾族歌手桑美娟12日替屏东太武乡立图书文物馆的音乐展开唱。图书文物馆今年是头一届以音乐也有歌谣为主题，举办翻山情书谣歌加室内的音乐展，要展示无同时期的原住民音乐也有专辑。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不是为了针对出卡带的这些歌手。是沉醉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些流行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正反映了我们原住民地区台湾的经济正在起飞的时候，
从领班、工厂在部落里面所呈现营卖的一个故事。永尊部落的音乐，拢是族群内面真够唱歌的人因家己创作，或者是把好听的声音录起来，为蓝石化、哈雷兄弟、到林庆祥、马春美等等的排原族专辑，传唱过60年的时间，即阵已经是原住民近代歌谣史的篇章。第一个不要抽香烟。那我们在山上听了很多的老人家在山上工作的歌，还有年轻人他们唱情歌的那个生活乐趣哈。可能对我们年轻人来讲会有一点陌生，可是，在部落的时候总会听到姑姑他们会去唱，是在什么年代、是什么时间会去唱这首歌。音乐展会一直展示到9月30，乡亲时代会使来这真足甲听排原族人感动人心的音乐。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屏东万万乡的四交社区，因采用在庄所种的可可啊来提炼出天然的油脂，接落去制作面霜甲保养品。四交社区的乡亲望要用现版的可可啊的制品进入美容化妆的市场，拍出家己的牌子，嘛互消费者无相像的新选择。还不错，变成比较油嫩了，然后真的很滋润啊。用来做巧克力的可可叶，唔乃当食，阁会使保养皮肤。天然的可可油脂抹起来无负担，好吸收。屏东县万峦乡的四交社区，采用当地农民所种的天然可可叶做原料，制作各种的食品加工品。去年所推出的巧克力面膜得到消费者肯定。今年嘛再度推出面油加用抹的保养品。可可啊含有多酚类黄酮哈，它可以抗氧化。那就想说试看看，然后用这边的天然农产品的东西，多支持在地农物品。屏东在地生产上青的可可叶，透过加工制作各种产品，规个可可叶果拢会使摕来用，互台湾消费者无同款的选择。从去年的面膜到今年的这个我们的护手霜，到我们的晚霜等等的化妆品，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可可果荚在广泛的运用。万峦乡长表示，未来目标是打造万峦的可可叶品牌，打入美妆市场，希望带动农村的经济，展现地方农业的软实力。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中华职业棒球总冠军赛，南美国桃园昨暗大发挥，头尾结21支安打出来，其中5支阁是home run。将其尾以20比3分拍赢中信兄弟队，嘛摕到有史以来第7遍年度的总冠军。虽然是车赢，不过南美国桃园队的时代也已经行到收衰的坎站了。一好球之后，这一球打在了右半边，感觉还蛮深远的，在右外野方向。老是好，这个球讲到正边外野，和球迷做纪念品啊！这是今年总冠军赛第3粒满贯炮，创新纪录，也开始南美国伫咧第1局顶半的猛烈攻势。这半局第2遍起来打击的连续攻出一个home run。这个球再投凌厉打击出去，在中左外野方向，飞行的距离看起来也是蛮远的，最后是出墙了。包括连续这粒3分炮，原队第1局总共拍了12人次，共出5支安打，提9分。桃园第1到第4局拢有提分，前4局拍煞已经是15比1，到第6局顶半，无互中信兄弟休喘，继续提分。打第1球，在中右外野方向，这个球还在飞，最后过墙了，全垒打。这半局林胜辉加陈俊秀先后home run，桃园甲分数扭到19比1。第9局的时阵，中信兄弟最后的反攻，第1个打击的皮正敏正平外野方向的飞球被接到，这是这棒生涯最后一个打席，全场2万名球迷徛起来拍波啊！这场比赛最后伫咧桃园第3连投手林子甲这个反弹球弹到1垒 out 了，南美国20比3赢球，顺利封王。比赛结束，恭喜蓝鸟桃园队！单纯蓝色的彩带，倒边外野看待的桃园球迷庆祝球队得到这棒30年总冠军，队史的第7冠，也第1遍3连霸。能够在转卖之前拿下这座总冠军，而且也是难得的3连霸，这个就像电影结局一般的美好。
这场比赛一个几多项纪录，包括南美国团队5支红人加单场摕20分，拢是总冠军赛新冠。连续2年伫咧总冠军赛攻势满贯跑的刘志豪是这场比赛 MVP。另外，林立有单场5支5，一个双响炮的好表现。5场总冠军赛打击率超过5成，摕11分，是总冠军赛 MVP。记者综合报道。搁在9个外月2020东京奥运就要开幕。不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却临时宣布讲，要将马拉松和走行的比赛刷去气温较低北海道迄边举办。虽然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是有说明讲，因为惊迄伤热，选手会被砍跌。不过，东京这边奥运的筹备委员会嘛讲真无按算，量比是双方面无达成打合过。国际奥会因为烦恼2020东京奥运气温伤悬，会影响到选手的健康，打算将马拉松和竞走改去北海道札幌举行。单方面主动对外发新闻稿，原本的规划是女子马拉松比赛是伫明年8月初2登场，男子马拉松是8月初9举行，拢是伫早起6点出发。主办单位东京奥委会为着避免选手掉刷，对今年度就开始伫各项比赛当中提早演练和修正。今年的7、8月，东京平均温度摄氏30度。但是其中有一寡时阵出现34、32和31.3度，阁有互人真无爽快的关湿度。所以国际奥会即马希望将这2项比赛改去东京北平800公里的北海道札幌举行，气温計差不多5、6度，對選手來講，咪較舒適淡薄啊。札幌という名前が IOC からですね具体的に挙げていただいた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大変驚いていると同時に光栄だと東京2020大会の成功に向けて最大限の協力をしていきたいこのように思っています。這邊無定案，10月底11月初會討論。只不過東京奧委會和東京市伫咧知影國際奧會有這款的消息，攏帶一條，明顯雙方無溝通好勢，而且門票已經開始賣，馬拉松的路線嘛出來，會經過東京塔和豐基等等重要的地標。伫9月才辦過選拔賽、大埔棚、雪噴霧系統，甚至講已經計劃要擱伫咧更加涼爽的時段辦一屆更加長距離的比賽試看賣影。不過這個執行方案是毋是都有夠，嘛是互國際奧會有疑慮。因為各過9個外月就要開幕，變更比賽場地的情形真罕見。因為今年9月伫卡達杜哈舉行的世界電競錦標賽，發生半暝出現攝氏38度的高溫，空氣閣不離濕，也佇蘇馬拉松70位參賽選手當中有1/3無法度完成比賽。主辦單位互人批評無顧選手的生活。國際奧會這項提議嘛得到國際電總 IAAF 的支持。有這款的案例，東京奧運要辦這個比賽，保護選手變成上大聲的考慮。不過已經有東京的議員真憤慨講，無想要互這個拍拼攏加了去。記者綜合報道。世界真心色，非洲草坪內底的獅仔，因為生存的所在愈來愈下，到今已經減4成去。目前大概只剩22000隻，其中1/3有1份攏是生存伫咧坦桑尼亞這國內底。不過動物保護專家所發覺講，近來這幾年，這代獅仔有規定防偷襲的情形，讓人看到有影唔甘。伫咧東非真有名的游牧民族馬賽人，到今閣堅持傳統的生活方式。伫咧坦桑尼亞草埔放飼牛用咧食青，毋過因飼的精髓常常變做獅的食物。為着要保護sau日甲食物的來源，人類甲獅衝突是常常發生，而且過去獅攻擊精髓意外發生的時，敢若1、2隻獅會去互殺死。毋過最近這幾年，動保專家所發現，所有人用投毒的方式來做保護。Conflict between people and lions has been going on in Africa for centuries, bu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oday, beyond just a spear, people can pick up poisons, they can pick up guns, and that means that they can kill a lot more animals in one go. And so instead of just losing one lion in a conflict incident, we can lose the entire pride, up to 10, 15 animals at a time. 過去20年以來，因為人類活動的所在變化，致使獅陣的生存地消失，非洲獅數量已經減超過4成，目前敢若剩22500隻左右。除了攻擊精髓發生的衝突，動保人士閣發現有獅長都走出來，閣有去互斬頭斷腳的殺害。這個行為有可能是馬賽族戰士拍賴的儀式，嘛有可能是違法拍賴人未遂的防身拍賴結果。這件代誌引起動保人士的關心，要安怎讓人類甲獅會當和平的生活？動保人士最近這幾年透過協助馬賽人來去維利亞保護精髓，已經互衝突減真濟。Mwaka nyingi kidogo kama miaka 9 wakati nilikuwa mimi ndiko kwenye ukuta hai, hajawahi kufamiwa usiku hata siku moja, mbuzi au ng'ombe kabisa.
目前非洲狮已经累积起强要长征的动物，即马马赛人用起围篱啊，加强巡逻的方式来保护精细，嘛等于讲是要做伙来保护狮。动保人士相信讲，若是非洲狮得到生存的机会，因的数量就会大大恢复。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也真重视伫咧保育猫熊这款动物，保育唔那干那着爱人工探种，另外野放猫熊倒转去大自然，这也是真重要的过程。为着要增加猫熊伫咧野外生存的能力，咱来看四川猫熊保育中心按细只猫熊仔囝就开始训练，互因看看会当适应大自然的环境。伫四川猫熊保育中心大汉的猫熊欢欢喜喜食人类所传的食米。目前保育中心所培育的猫熊有310只，因虽然看起来拢真活泼古锥，但是无一定会当适应野外的生活。保育人员目前选定3只健康情形真好的猫熊仔囝，一公2母，当即个进行培训。因为2006年的时阵，头一只野放的猫熊表未过野生猫熊的竞争，伫咧争夺地盘的时阵，对树仔顶跌落来全死亡。保育中心后来调整惯用的饲料。猫熊仔囝对妈妈伫半野放的环境成长，嘛甲猫熊母下去野外环境和野生的猫熊交配，希望会当为保育基地带来新花。做这个圈养大熊猫野外引种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圈养大熊猫遗传多样性和种群活力。为着要扩大保育猫熊，中国当局去年提出兴建涵盖四川、陕西和甘肃3个省的大猫熊国家公园计划，会加强猫熊栖地之间的廊道建设，促进猫熊的基因交流甲生态。要达成这个目标，保育人员嘛针对猫熊的爬行动物进行研究。比如说金丝猴啊、牛角羚啊、芦苇猴子。还有其他的小熊猫等等这些动物，我们也在对这些野生动物进行研究，作为国家公园建设和科技研究一个支撑。根据统计，到去年底为止，四川猫熊保育中心总共野放11只猫熊，其中9只顺利活落来。保育人员希望会当伫更加充分的训练以及更加完善的栖地维护之下，猫熊会当伫野外健康成长，进一步摆脱容易绝种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印度今年虽然高雨水，真侪所在拢有去饮到，不过原来有的地区真可旱，甚至散车的庄头连买水嘛无才调。因遐幼囡仔逐工下课，就是早桶啊烧酒坐火车，去到10外公里外入水赶返去厝里。伫咧印度贫困村庄嘅9岁查某囡仔下课了，毋是去耍，是某一日空桶啊坐火车到离因村10外公里远嘅所在。装水倒来厝用，本来这个年纪的囡仔应该是无啥烦恼，不过伊逐工就甲村内面其他囡仔一走路遮尔远去摕水，伫咧倒来火车顶头，毋但是客，佫定定拄着铁路警察叫因甲水倒掉。今年印度雨季有真侪所在做大水。不过有一寡所在情形是倒病，像这个查某囡仔因大村，就是马哈拉斯特拉邦中部附近，雨量比平均也佫较少14%，地下水、水井拢无水啊！大家要啉水佫无水，所以就要开钱买水。不过热天一水车的量计少3000卢比，相当大笔1300，真侪民众经济拢无介好。所以，真侪家庭拢无法度负担，大人如果爱做事无闲，拢叫囡仔去提水。भीती वाटते ना रोज मग ट्रेन यायची वाट बघते त्याच्यातून आपले लेकरं उतरतेत का नाही भीती वाटते ना कधी एखाद्या वेळेस पाय घसरला काय झालं त्याच्याकडेच लक्ष असते माणसाचं आम्ही वाट बघत बसतो जेव्हा ट्रेन आली तेव्हा लेकरं दिसले की मग बरं वाटतं काय वाटत. 根據國際非營利組織 WaterAid 的資料，印度全國有12%的人口，相當是1.63億嘅人口，伫咧徛嘅附近無法度摕到穩定嘅清氣水源，這個比例伫咧全世界是排第1。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今年第20度輕度嘅風颱晚霞，今仔日透早已經結起來，以時速11公里往西北西向巴士海峽東邊看伫咧移刷。中央氣象局判斷講，雖然氣候嘅環境對風颱發展真不利，挖近台灣嘅時陣，可能就已經減輕咗熱帶性嘅低氣壓，不過依然會來影響台灣嘅天氣。未來一禮拜攏會較濕、較涼冷，咱都要注意。明仔載詳細天氣變化，咱來看各地頭嘅溫度嘅資料。
北部23度到28度，中部25度到32度，南部24度到32度，东部23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下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